就係4月冇記錯係14號啦嚇。係。咁咧就唔知15號啊，好似。咁啊月中就開始咧就全部大部分唔知咩遠過8公里嘅佢好得意嘅，佢成日改口問嘅。原本就話全部公務員，佢真係 U-turn 到好鬼勁嘅，未實施之前已經。佢先就話全部公務員4月中就唔使翻呢個辦公室。係全部啦嗰時。跟住咧靜雞雞又講咧，就話咧係遠過8公里先至唔使翻。係好難講喎。跟住再靜雞雞就話咧係呢一個星期2、4啫咁樣。即係佢每一日就轉一個口風，即係 S 字好似條蛇咁樣轉嚟轉，係咪？佢係咁轉，咁啊轉口風咧，佢講咩先啊？你先翻你哋睇，我睇唔到字幕嘅咪其實。睇下先，我哋都冇出門啦，跟住咧就係話講，司媽晚上好啊！多謝個忍者啊！係啊，多謝。點解我都睇到都未睇到嘅真係，我隔住對絲襪都睇到，你睇唔到。咁咧佢咁樣轉，首先我想講嘅樣嘢咧，即係呢個德政咧，原本係非常之好嘅，因為得佢先諗。即係你諗下成個世界唔知150幾定130幾個國家，係只有我哋嘅首相先諗到政府公務員唔翻工去慳油呢個方法。係。咁點解佢諗唔到就直頭係全世界好似 Covid 咁樣唔俾出街，咁咪仲慳油咧？全部人咧一齊。咁點解咧？點解唔係咧？咁你最慳油唔係全部人一齊唔出街咩？咁啊係。咁點解淨係政府公務員唔出街咧？因為佢控制唔到其他私人。係㗎，咁你以前 Covid 都可以控制到啊。因為嗰時病啊，嗰陣私人。咁你而家都可以㗎。驚咯。咁你而家都得，你而家唔夠咗，你都可以咁做㗎。咁點解你唔限制咧？唔夠膽啩政府。你可唔可以認真啲答呢個問題咧先嘛？我覺得佢唔夠膽咯。咩叫唔夠膽咧？政府點會唔夠膽咧？政府佢唔夠膽講，即係喂私人嗰啲會影響。咩唔夠膽先？乜嘢唔夠膽？佢驚住影響經濟咯。咁 Covid 影響經濟。咁依家你而家政府部門唔開，咁又唔影響經濟咩？我唔識答，我唔識答。咁所以咪即係得咯，唔係唔得咯。係我得喎，真係。咁如果得，咁點解你唔講咧？點解你淨係嗰個嘢？因為其實德政係俾啲馬來西亞嘅朋友放假，就唔係因為慳油啊嘛。你根本就諗唔到個 point。你私人生意全部都係華人市場。你放唔放過關我咩事咧？你投票黨派嗰時又唔會投我一票，你華人係咪？係喎。但係我而家藉住呢個油價問題，俾所有馬來西亞同胞嘅公務員可以照舊人工放假，咁係一個德政啊嘛。你都諗唔到個 key point 喺邊個位？攞選票。唉。係馬來西亞族嘅朋友可以利用呢個油價嘅升幅，其實但係你哋又只不過繼續係1.999，咁就利用埋呢個藉口，再提供假期，係咪 bonus 啊？即係等於你平時假期，我今個新年再加多一日俾你 extra，咁大家又拍手掌啦咁。拍手掌咯。咁依家我加油價，俾全部人唔使翻工，咁唔係仲開心咩？所以話德政咯。你根本你諗唔到個問題係咩咩？諗唔到。哎呀，咁啊係喎，哇呢個係喎，係喎，我仲要大聲啲講係喎，咁佢哋咪個個好高興咯。好高興㗎，因為點解咧？因為基本上咧，政府可以喺呢啲咁關鍵嘅時候咧，喺轉動子咧，諗到點樣自己爭取佢嘅信任同埋支持咧，去俾馬拉族嘅朋友放假。咁咧，如果全部政府部門喺屋企都有嗰啲 system，有櫃台又做到嘢。咁你其實永遠都俾佢翻屋企做咪得咯 ，home office 做乜要無端端將來又要放翻佢翻寫字樓咧咁？冇藉口啦嘛。咁 M2H 你見到成張份文件攞上攞落簽名，咁我想問下你，咁如果你翻咗屋企，我想問下，咁佢點樣攞上攞落簽名點做咧？係喎。我唔講其他部門，我睇唔到嗰啲啦，我淨係我睇到 M2H 啦。每次8點鐘攞晒啲文件去 M2H 部門，跟住唔知道10點幾11點就將個車收晒，跟住攞上3樓，咁就俾嗰扎咧正本黑 copy，就俾晒嗰個官簽名，簽完咧就跟住咧唔知1點鐘先成兜攞翻嚟，好似派片咁派。請問你點樣可以 home office 咧？咁咪即係唔使做咯。唔使做咯，真係。跟住就可以咩都唔使做。我淨係睇到個部門啫，其他我唔敢講。JPJ 我都睇過嘅。JPJ 全部要當面交文件、交證、交證做。請問點樣 home office 咧？即使我去更換一個證件，我去嗰個職員個屋企嗰度，去佢村屋度同佢做咁樣啊？咁你擺到明就放職員假，放公務員假啦。佢叻係叻喺邊度咧？叻係叻到全個世界100幾個國家都諗唔到呢個方法係慳油，佢諗到嘛？係啊，即刻哇幾快脆啊！即係佢唔係諗儲備，唔諗供應，唔係諗咩？
即刻公務員唔使翻工，一舉兩得，一雞兩味，一雞兩味，先係得到信任同埋支持同埋開心，唔使翻工。第二味跟住咧，先至又再可以慳油咁樣樣。哇！佢一雞兩味真係。咁啊係喎，所以咪話勁咯，真係。馬來西亞勁，馬來西亞真係勁。其他國家都冇用呢個方法喎。咩？其他國家諗唔到啊！呢啲高招。咁嗱，點解香港直頭係全部香港啲油係全部咩㗎啦？全部都係輸入㗎啦，冇自己產油㗎啦。先唔好講話你哋入口啦，又咩入70%入30%，我唔好講呢啲啦，係咪先咁講？先問你可幫手睇下字幕。哦，好啊。你唔得，你攞副老花眼鏡出嚟咁得。試吧。係啊，你都唔準備嘢嘅先嘛？如果呢個方法係可以慳油啊，呢個世界啊，第一個用係用咗香港同新加坡先啦，係咪先？講咩啊？阿師爸，你可唔可以呼吸到㗎？我勉強得，個直播唔好做咁耐就冇事㗎啦，咁樣。即係我想講，大家咁唔中意見到我，咁中意酸我，咁唔好見我遲啲新片全部見我唔到㗎啦，咁樣。咁咧，咁我想講咧，就係咧，你諗下啦，喂，如果我當你馬來西亞咩有70%係輸入油啊，咩有30%自供自給啊，哪怕我唔知73%係點分都好啦。咁起碼你有部分都係自給自足啊。如果呢個方法係 work 同埋最啱用啊，第一個都唔係用喺你馬來西亞啦，第一個都用喺香港同新加坡先啦，油價又貴，係咪先啊？efficiency 又高嘅政府部門，咁點會係馬來西亞招出呢下先呢？呢個你話係咪犀利？我一路都話佢犀利。犀利，馬來西亞真係好犀利。佢犀利在咩咧？其實依家全世界都只不過係咁高油價，但係馬拉族嘅朋友只不過入緊1個9.9，嗱已經係全世界唔知排名第2低油價定第3低油價㗎，全球啊！咁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咧，政府第一個擔心咧係擔心佢哋會入貴咗2個幾，而翻唔到工就食唔到飯，呢個係國恥嚟㗎，阿首相你知唔知道？點解啊？即係證明話俾人聽，我哋成個國家啲人好窮㗎，馬拉族。窮到咧，只不過咧由1個9.9變2個3、2個4咧，我哋都入唔起噶。我哋全部會一齊集體破產噶，同埋我哋唔夠錢翻工噶，我哋全部戶口冇 saving 嘅咁樣，即係你咪揭咗自己底牌幾差俾人睇，你幾咁貧窮嘅國家，醜唔醜啊，首相？哇！咁呢樣嘢我又冇諗得咁深喎。喂，即係你諗下，香港同新加坡咁有錢啲人，有冇政府擔心過佢30幾蚊一公升入唔到啊？入唔到你咪唔好揸車咯，你咪搭公共交通咯，係咪先？揸唔到你咪唔好揸咯，你揸得起你咪揸貴啲咯。佢有冇擔心過人哋會入到窮到跟住會破產啊？喺香港嚟新加坡你諗下，冇。你馬來西亞馬來西亞第一時間就係哇唔得啊，守唔住嗰1個9號嗰個關口，一掂到個2咧，全部馬拉族真係冚家產啊咁樣。哇！我想問下乜你成個馬來西亞啲人個個冇 saving 㗎，原來成個馬來西亞啲人全部冇錢到咁㗎，咁窮㗎。即係難聽啲講窮撚國家啊！真係依家2蚊多，你已經係頂唔順個油價，跟住嗌救命，話要停工，全部唔翻工，政府工，國恥啊大佬！我真係國恥啊，醜醜豬啊大佬！人哋美國當年話你啊窮鬼國家，你今日唔係俾人話你啊，係你自己手上話俾人聽，你自己係窮鬼國家大佬。可能佢又係好似我咁樣咯，冇諗得咁深咯。乜冇諗得咁深啫？佢根本知道個國情啊，老婆真係。使唔使我繼續睇啊？你睇下講乜先啫？我想講呢個行為好心唔好做啦。慳油係啦，係啊，因為呢度幾多油睇唔到呢度？呢度因為懶惰咯，呢執衫。我想話咧呢件事咧有2個朋友又留言啦，先嘛。係。師爸你做咩啊？做咩面膜㗎咁樣喎？佢話：喂，你啊講得啱啦，咁樣。即係你明唔明啊？我想問下，依家呢件事啊，第一，你成個政府已經冇 efficiency 嘅，你仲要行呢個政策，即使成個政府停擺。如果你政府帶頭咁樣停擺，即使其實帶頭馬來西亞第一個行入 Covid 2.0，係全世界第一個國家帶頭行入 Covid 2.0。我想問下你，如果你咁，我都支持你，我絕對拒絕消費，我拒絕無謂消費。我相信其他市民，如果你咁樣行之後15號之後咧，都會同你一樣拒絕做無謂消費。你咁樣行係你幫個馬拉族嘅公務員慳錢，驚佢2蚊3入唔起，但係所有華人做生意全部死晒，因為點解啊？華人做生意嗰班全部冇人消費，冇人零售，冇人食餐飲業，全部死，跟住產業鏈一個咁跨住死，一條一條咁死，跟住。咁係喎。係。
佢哋唔翻工咁，即係唔需要食 lunch 啦，係嘛？我想問下，喺屋企自己煮啦你喺馬來西亞保住馬拉族嗰班窮鬼，等佢可以所謂生活到喺屋企食咖喱汁，跟住撈飯，係咪其他全部還就食屎咧？佢，我想問下呢個咩政策啊？德政啊，真係德政啊，真係，即係你其實係油價未整死馬來西亞，首先自己國家自己整死馬來西亞，點解啊？你自己拱冧自己個經濟先。油價未拱冧你經濟，自己政府政策拱冧你經濟，有冇咁出色嘅政府啊？係咪飲咖喱汁大㗎？唔係，可能佢諗唔到其他方法啦。呢個方法咪最容易咯。試過啊嘛。我想問下，哪怕佢依家入外國人嘅3個6毫幾，好貴咩？3個8毫7，好貴咩？問心咁講，好貴咩？咪少啲出街咯。3個8毫幾唔係好貴啊！我坦白講。我真係坦白咁講，3個幾油價有幾貴啫？係咪先咁講？即使而家講馬拉族入3個幾就會叫苦連天，跟住叫死，跟住倒台政府嘅咁樣講。請問呢個係咩國家咧？德政啊！我又好唔明啊，佢唔夠油咩？你醜啊！你咁樣，你知道冇啊？醜到咧，你試下你而家未行啊？你試下一行咗，我拍心口你醜出國際，我拍心口你醜出國際。你計下侵之後，你第2個醜出國際嘅。你行啲咁低能嘅招數去慳油，你鼓勵大家少啲出無謂街，淨係翻工放工，唔好周圍啷嚇。放工後禁止啲車亂咁出入，你都仲係一個正常嘅策略啊，係咪？無端即係行摩咁多啊，出街食飯禁止下啊，呢啲咁嘅油價，你都仲可以正常啊。你淨係叫人唔好翻工喎，你叫人唔好翻工就係叫慳油喎。你咁樣都得，你不如叫全部人唔好出街，你鎖起架車咪得，叫全部人係咪先咁講？你將全部好簡單啫，你將全部偷熄晒嗰啲過關，你咪全部唔使出街咯，你做乜搞咁多嘢啫？係咪先咁講？橫掂你不嬲偷到咁難過都係咁噶啦，係咪先？我嗰日先褪車褪到我暈喺度，係咪先咁講？係咪先？所以你其實成個國家嘅思想係好有問題嘅，你明唔明先啊？佢係走去國際嘅尖端，你知道冇？其實佢為咗咁慳油，可能分分鐘慳唔到油，因為啲人咧佢話 home office 啫，可能自己我要攞 iPad 出嚟先，自己走咗出去摸。係你繼續講先啊！戴翻眼鏡睇先。你哋喺露台做直播啊？係啊，我喺露台做直播，因為咧，我本來諗住去行，唔係做，因為依家已經係準備 Covid 啦，所以其實我哋咧做翻 Covid 嘅準備，所以我哋咧喺露台做直播咁樣，係啦咁樣。唔得，我要睇 iPad 先得喂。其實大馬大咩佬啊？啊？大馬咩話？你講我點？其實大馬大咩佬啊？馬來政府應該攞錢嚟幫人民啊嘛，有錢先得噶。其實大馬咩話？其實大馬政府應該攞錢嚟幫人民。咩佬喺邊度？你指我呢度得唔得？其實呢個。其實大馬乜嘢話？大咩撈？其實大馬大咩撈咁樣咯。哦，大咩撈？即係咩意思啊？我唔知啊，你哋睇睇先嘛。我睇。講得啱啊！居家辦公咧，最後都會變成異地辦公。你最後咁樣，你最後我都覺得係啊。你最尾行摩。你最尾跟住大家最尾都係去其他度搞噶，食啊玩啊。咁有乜意思咧？我想問下，其實。Sarah 係啊，我真係咁諗啊。我想講係其實呢個係廢嘅，不過唔緊要，因為最緊要我哋全能嘅政府諗到呢個方法出嚟，我哋信任佢，我哋就即管睇到4月尾之後咧，究竟搞咗壇咩事出嚟，係咪先？搞咗咩啊？佢全部成晒嗰啲馬拉喺政府嗰度更加唔翻工，係咪先？啲馬拉族，係咪先咁講？係咪先？你咁介意我講馬拉，我都係講馬拉噶啦，除非你政府話出咗一句說話叫講馬拉就拉我係講佢馬拉族噶啦，係咪先咁講？嗰班馬拉族除非唔翻工，係咪先？喂，依家講馬拉係你哋玻璃心覺得差啫，但係我想講係政府冇講過話馬拉係罪嚟噶嘛，係咪先咁講啱嘛？係咪先？係咪先？喂，嗰班馬拉族唔翻工咁懶，係咪先？9月尾4月尾之後，我就睇下有咩衍生反應。我睇下你所有政府部門係咪唔使喐，我睇下全部係咪唔會死，我睇下全部係咪行得通，我睇下你經濟點樣起飛，我睇下你 GDP 點樣，係咪先咁講？油價唔打死你自己打死自己啦！你咁樣。什麼國家經濟思想啊，真係！但係而家決定咗係淨係1個禮拜2日啊，即係。